就是要通。杜君南，那些看似情绪稳定的神经 flag 日常，肚子又哭了。哎呀，衣服又没放，我抄白鹿。一个人跑去商场地库拍车，看猫打架，但是就是不劝架。好了，他终于劝架了，一个都逃不了。自己起点是安全带，累到自己都受不了。他生病了。侬等着就困醒了，又来到了也不要出去，就是来跟我想休息。不行啊！等下醒了又来到这儿，就是要通。明天我病假都请好了。戴头盔开车通勤，偷拍猫上厕所。咪疲倦。